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這個都是壞消息這個界面新聞報道萬達集團被執行金額累計超120億。11月21日消息，天眼查 APP 顯示近日大連萬達集團人壽萬達廣場新增一條恢復執行信息，執行標的1.34億元，執行法院為大義縣人民法院。截至目前，萬達集團被執行人信息有6條，被執行金額超18.8億元；歷史被執行人信息有32條，被執行金額超過101億元，合計金額超120億元。該公司還涉及50條股權凍結信息，其中9月1日有一筆股權凍結數額高達50億元，這個恐怕是萬科的傑作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萬達對吧？苦苦掙扎，實際上是越陷越深離這個官宣暴雷已經不遠了。實際上他已經暴雷了但是他就是不宣布。被執行什麼意思是法院強制執行，但是他沒財產，就給他東西給查封就完了。但是你也沒東西查封，因為他很多東西都已經抵押給銀行，抵押給債權人了。120億這個被執行，你想一想吧，這個只會越來越多我早就說了，佛祖是吧？基督真主聯手都救不了萬達，只有韭菜唯有韭菜能救萬達，這個所言不虛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廣州國資接手恆大汽車。企查查 APP 顯示近日恆大智能汽車有限公司、恆大新能源汽車廣東有限公司發生工商變更，原股東恆大新能源汽車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退出，新增廣州國資旗下廣州聚力現代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為全資股東。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恆大汽車在國內內地的這些資產實體換主人了。香港那個上市的那個恆大汽車，那只剩一個殼。我說了嘛，就恆大爆雷的時候我就說，恆大在國內的資產一定會被這個什麼信託什麼地方國資地方政府給瓜分，還有國企能拿走的拿走，能瓜分的瓜分。實際上這個恆大汽車在國內恐怕也沒什麼東西，也就是土地劃了一塊地方，啥也沒幹。為什麼說萬達現在是萬劫不復呢？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圖片我看有個網友發的金融街購物中心，這個照片顯示非常的淒涼，真的是叫淒涼，沒人。我記得以前金融街購物中心那是豪華大氣上檔次各大奢侈品品牌1樓都是。據說現在已經全部撤離了。金融街對吧？那可以說是全國金融中心對吧？證監會在那兒，移動電信還有那個聯通那附近全是總部對吧？各個銀行的總行都在那附近反正離得都不遠。就這樣都撐不住據說金融街部分辦公樓的租金已經跌了快一半。那個地方以前你想租的租不到寸土寸金可以用寸土寸金來形容現在說租金跌了快一半。中介小哥說中海凱旋門門面換了一茬又一茬的商戶，就是慘到這程度了順便說一下，這個世邦魏理仕發布報告稱，3季度北上廣深這個4個一線城市寫字樓平均租金同比下跌1.45%，空置率升至19.5%，逼近歷史高位。咱們一直說只要寫字樓的空置率沒下來，租金沒漲對吧？租金還在跌，那就說明就業不行。就業不行，你什麼房價、什麼消費对吧？什麼萬達廣場那都不行這就是硬道理北上廣深寫字樓的空置率已經達到歷史新高高位什麼意思金融街的租金都降了一半了，金融街的那个店面一茬又一茬的換，說明什麼？這個不是唱空這個就是現象。要說唱空的那是瑞銀，這個瑞銀主然唱空了根據瑞銀的估算，中國大陸整體住房空置率高達18.8%，這一水平顯著高於美國10.5%，日本13.6%，以及歐洲主要經濟體。但是不同市場內部存在顯著的結構性分化，一線城市空置率僅為4%，而衛星城和低一線城市空置率則分別達到22%和19.9%。這是出自瑞銀的一份報告，叫《中國房地產另一個2年的下行週期》。什麼意思他說從現在開始，咱們房地產要進入一個新的2年下降週期，還得降2年這不是公然唱空嗎？建議有關部門找瑞銀談一下約談。一線城市空置率4%，就是我們可以理解成就不要說賣，我們也不說房子是賣的
啊，那就說明這個房子是供大於求嘛，供大於求，也就是導致你這個租金肯定要降嘛，就是房子多啊，空置对吧？4%啊，那第一線城市对吧？卫星城市租不出去那就很正常了，对吧？很多地方房子都是空的啊，就我这個所在的這個安慶市啊，我晚上出去轉一下，很多地方都是黑燈瞎火的。我看有的房子啊，它蓋好了，已經蓋了10幾年了，那房子居然旁邊住着人啊，但是有的裡面就沒人，10幾年就是空着的，10幾年都沒賣掉。我想啊，這個安慶恐怕也是很多3、4線城市的一個寫照啊。1到10月，我國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網簽面積13億平方米，其中二手房交易網簽面積5.8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4.7%。二手房在交易總面積中占比為45%。全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7.2億平方米，同比下降6.8%，占比55%。也就是新房交易啊在下降，二手房交易在增加。10月份房地產數據全面下滑，1到10月份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4.7%，房屋新開工面積下降19.8%，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下降19.3%，房屋竣工面積下降16.9%，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6.8%，銷售額下降9.6%，降幅都在擴大，房地產景氣指數年內新低。而這個下滑趨勢啊，從4月份就開始，現在甚至在加速，這就是我們現在啊樓市的一個現狀。進入第4季度啊，出現了一個加速的一個狀態。我們看看專家啊是怎麼看待樓市的。首先是這個劉元春啊，他說我國房地產已擺脫最危險的時期。最近啊，這個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觀察者網思路打開節目中表示，經過4年的調整，我認為房地產已經擺脫了最危險的時期。他同時提醒，房地產築底回穩是一個複雜過程，不是簡單的像買青菜蘿蔔一樣，少了就漲，多了就跌。同時啊，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他在8月份啊也說過，我國的住房需求依然很大，中高收入階層可以住好房子，實現錦上添花。但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將以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剛性住房作為重點，着力解決住房結構不足問題。就我一直認為這個專家都是左右腦互搏啊，左腳踩着右腳，要麼就是右腳踩着左腳還想跑。首先說這個經過4年的調整，房地產已經擺脫了最危險的時期，這個判斷我覺得有點樂觀。明明是1線城市現在在補跌，在加速，他說已經過了最危險的時期，這叫什麼話？1線城市跌完了，又輪到4、5線城市開始跌啊，就蘿蔔蹲嘛，蘿蔔蹲完白菜蹲，跌到什麼時候啊？跌到韭菜收入穩定了，你再談得上是吧？房子穩住。這個劉世錦說啊，住房需求很大，這個我承認了。隨着你的收入增長啊，你的住房需求也在這個升級，對吧？你現在沒房子，你說你給你一個50平米的房子，你就挺高興。等到你有錢了，100平米，對吧？也裝不下你。等你發達了，对吧？你再有錢了，500平的房子都装不下你。你看那許老闆啊，許老闆跑到香港買的豪宅，對吧？都好幾千平米，還嫌小，自己還下面倒個地下室出來，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對吧？北京、上海好多富豪沒事在家裡倒地下室，也就是說啊，這房子多大他都嫌不夠。這是中國人啊，尤其是這個咱們華人或者叫漢族啊，都是這種特性。實際上你不會嫌房子大的，嫌房子大是因為你沒錢。這個我承認啊，就是隨着經濟發展，對房子的需求肯定會很大，而且還要好房子，對吧？咱們還要這種風景好的、氣候好的、景色好的，住的還要舒服的。但這一切都跟收入有關係，收入沒有，你扯这些都是講故事啊。所以我覺得啊，我跟這個專家這個想法正好相反。現在不是說房地產已經擺脫最危險時期，反而是房地產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所以這個就能理解啊，這個外媒的吧傳言要大力救市啊，出大招救市。為什麼要出大招救市啊？就是因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專家只看到了紙，他們也看到紙裡面包的火，對吧？3.7%的按揭貸款斷供，3、4線城市甚至有5%，什麼概念？它這個就像瘟疫一樣的在傳染，對吧？銀行現在開始賣职工房，地方國資委開始賣房，那些上市公司手上有房的现在都開始拋，因為他們都缺乏流動性，都要錢。本來很多房東啊，他那房子一掛300萬的房子，現在賣200萬，他不願意，他肉疼啊，他不想賣，他也不缺錢，然後他就算了，放在那租。現在一看，好嘛，你銀行也在賣，國資委也在賣，对吧？那些上市公司也在賣，那我趕緊賣啊，看誰賣得快，我不賣我不吃虧了嗎？房價呼呼往下跌啊，所以會促使啊很多這個業主啊
痛下決心把手中多餘的房子拋掉，再加上有人傳言，對吧？房地產稅要來，這都是造謠啊，搞得好像明天就要徵收一樣。實際上這個都是打擊這個房價的。那在這種情況下，房價會加速下跌啊。專家居然說最危險時期過去了，最危險時期是看銀行有沒有扛得住。當斷供的人越來越多，但銀行的房子賣不掉，對吧？打5折都賣不出去，你看看什麼叫最危險時期？所以現在根本就不叫最危險時期，對吧？现在全靠韭菜扛着，韭菜只要還有一點辦法，只要還有工作，他的按揭貸款還在還，不是這個道理嗎？对吧？隨着這個經濟下行，失業的人越來越多，斷供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們都是被迫斷供啊，他沒收入了，他不斷供怎麼辦呢？銀行的負擔越來越重，銀行得到的都是房子，沒有流動性啊。我們再看啊，任澤平老師啊又出來發言了啊，這是新浪證券報道啊，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說啊，他說未來房價上漲的3大核心信號。11月21日，澤平宏觀團隊發文稱，任何資產都不會永遠下跌，房地產也一樣。2021年以來，樓市跌了4-5年，全國銷售額比高點時跌去了一半，1、2線城市房價跌了20%到30%，有人說1線城市跌了30%到40%啊，這個反正就是大家一個參考，因為沒有人出過這樣的一個特別準確的數字啊。部分3、4線城市甚至腰斬，那麼未來房價還會漲嗎？哪些信號出現可以入場？好，這個任澤平老師說了啊，給出了3個信號。第一個信號，政策從放鬆全面轉向鼓勵，定位發生重大轉變。房地產市場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市，受政策影響非常大。未來政策信號估計是組合拳發力，首先限購全面鬆綁，預計未來1線城市外環限購全面放開，3年左右全域放開，這是大勢所趨。其次，房貸利率持續大幅下降，最後降低稅費，恢復市場信心，這是第一個信號。反正任澤平老師說的這第一個信號也挺複雜的啊，他這第一個信號裡面還有好多小的信號，意思是貨幣政策或者房地產政策全面從放鬆到鼓勵，就是咱們不是说房住不炒嗎？那就是改成啊房炒不住了，这房子就要炒。你任澤平老師就這意思啊，國家號召你炒，鼓勵你炒，感覺像是在做夢啊。這房價好不容易調下來了，你這也要把它拉上去，先不說你能不能拉得上去啊，但你這麼做，你這麼折騰是圖什麼呢？1線城市放開又能怎麼着呢？對吧？這個大家都知道，1線城市放開只能影響北京、上海這2城市，其他地方只有壞消息，只有負面影響，沒有任何正面影響。這些專家啊，他老是沉浸在那個牛市思維啊，就是過去10幾年房價一直漲的那種思維，他就認為啊，北京、上海只要漲了，其他城市就會跟着漲，那是牛市思維，對吧？現在是什麼情況？以上海為例啊，上海的新房價格月漲，那豪宅30萬一平，日光，它帶動周邊房價了嗎？就是這專家他根本就可以說叫不學無術啊，就你看看上海就行了，對吧？你上海按照專家的理論，那你這上海那個豪宅那些，对吧？核心地段房子漲了，那是不是外環外也得漲吧？你看外環外漲不漲？就是活生生例子前面他也不管，对吧？你這個北京也是啊，海淀、西城也核心地段的那些房子有的是漲了的啊，但是你說通州房子漲了嗎？五環外房子漲嗎？就同樣的例子，对吧？这專家我也不知道他整天學啥，對吧？你好歹把這現象給研究清楚啊。上海為什麼外環外不漲，人家核心地段天天漲，也沒有說把外環外帶動起來，然後你靠北京、上海漲，把全國帶動起來，這個邏輯從哪兒說起呢？對吧？它是個牛市邏輯啊。你現在是什麼世道啊？這第一個啊，第二個他說第2大信號，經濟拐點出現，領先指標回升，經濟復甦，就業和居民收入上漲，樓市才有支撐。我覺得這個說的倒有道理啊，對吧？也就業、居民收入上漲，樓市有支撐，哎，這個靠點譜吧。第3大信號說供求關係逆轉，熱點城市房價率先上漲，房價是供求的結果。如果未來熱點城市人口不斷流入，供地持續減少，地價上漲，供求格局就會改善。今年北京上半年土拍9宗地塊溢價成交，10月份上海第8輪土拍，徐匯、濱江等土地溢價成交，表明市场對核心城市、核心區域長期看好。這個說法也非常偏頗啊。核心區域這個剛才已經說了，對吧？土地溢價和你周邊沒關係啊，周邊該跌還要跌啊。而且這個核心區域這個溢價現在看越來越有那種抱團取暖、刷單的嫌疑，對吧？也有某種炒作的嫌疑，因為二手房它是在跌的，上海的豪宅，對吧？那些二手房哪個不在跌啊？王思聰手上一套房賣了1年半了吧？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賣出去啊？對吧？9000萬開始賣起，現在賣了已經降了幾千萬了，還沒賣掉。這同樣是房子，為什麼二手房賣不掉呢？啊，新房能賣掉呢？所以新房某種程度上是炒的，把它炒上去之後，那地價就漲了，政府賣地多賺點錢。
任志平老師說了3個信號啊，實際上只有1個信號是真正的管用的，就是就業和居民收入上漲，就這個信號是真正的信號，其他那2個信號啊都沒用，難以自圆其說啊。最近有網友說啊，说在到處看到網上說什麼啊，鼓勵地方政府收房子，现在有很多这個自媒體在吹噓這個啊。21世紀經濟報道啊說，11月18日，廣州安居集團發布關於持續推進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房源的徵集通告，廣州加大力度收購存量商品房。這個但凡啊認真的去研究一下廣州安居集團收購存量房這個細則啊，你就發現，对吧？你可以送他4個字啊，叫然並卵3個字，对吧？再加個字叫扯。你符合他那個徵集條件的房源本來就少，對吧？他能收多少呢？對市場有多大影響？他就是真的收了啊，對市场沒有影響。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他把這房子收了之後，他並不是說把這房子拆了，他是做保障房，還是要拿出來，對吧？作為一個供需，是吧？作為一個供給，他並沒有改變供需啊關係啊。剛才任志平老師都說了嘛，對吧？供需關係改變，你這個地方政府收房子沒有改變供需啊，你把房子收回去又不是養豬，對不對？你還不是給人住嗎？給人住，那這些人他就不用買商品房啊，對吧？那這些人他就不用去租商品房，也不用去買商品房，你這是保障房嗎？總有人去住這個保障房，租保障房，那你商品房的需求就降了，對吧？那價格還得降，所以說啊，這個沒有什麼用啊。你看武漢的高校啊，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湖北大學通過整體購置300多套存量商品房，用於學生住宿，新增學生住宿床位2800個，含裝修改造費投入約1.98億元，資金來源為爭取中央預算內投資及學校自籌。報道稱，湖北大學購置毛坯房均價較開盤時折價比例超過35%，也就是這個，比如說開盤1萬，那現在只有6500啊。湖北大學就買這些房子，把它改造成學生宿舍，這個聽上去很美好，非常不錯，對吧？對學校來說啊，他就不用自己建嘛，他一買裝修是快啊，半年就好了，对吧？就馬上就可以招生，學生就可以住了。要自己建的話，得2年是吧？恐怕不止，還審批一大堆的，周期長。他現在買算一算，價格也合適，但問題是什麼呢？問題是他想買到合適的房子不容易。你想啊，他把它做成改成學生宿舍，300套房，2800個床庫，那相當於一間房裡住9個人、10個人。現在那個這個住宅一般的，对吧？3室2廳2衛，我就不知道這玩意兒你怎麼改成學生宿舍，那學生上廁所怎麼上呢？哪個房間沒廁所是吧？還有客廳，也就是說它不容易改。所以我認為啊，就是他一定買那種好改的。有的房子開發的時候本來就是公寓，對吧？就像類似於 loft 或者是什麼，對吧？也就是說他一定買那種適合改的，隨便一改，就能做學生宿舍。要不然改造成本太大的，有的是改不了，对吧？也就是说適合高校收购的房子不會太多，你再麻煩的人也不如自己蓋了，對吧？宿舍畢竟跟那個住宅是不一樣的嘛，它還很多這個消防安全，對吧？這些亂七八糟的要求啊，所以說無論是啊廣州市安居集團收房子，還是湖北大學收房子自己用，那都不容易。你湖北大學要買房子，一定是買整棟的，對不對？或者最好那一個小區，對吧？你要這兒一間那兒一間，你說以後管學生怎麼管呢？你要這兒一棟樓，那隔着好幾站地又一棟樓，對吧？學校沒法管，你學生上課也麻煩，對吧？你想一想就知道這不容易啊，就是正好湊巧，方方面面都合適，不容易。那廣州安居集團收房子也一樣啊，像插花一樣的，你這個小區裡面3套房，那個小區裡面5套房，這棟樓裡面1層1套，你說那管理成本得多高啊？所以他必須收整棟的。你說哪個開發商我靠還整棟房沒賣掉的？這些都是現實的困難。不要一看到，對吧？這個政府收房子就在那瞎激動，沒用。我們再看這個過氣網紅城市杭州啊，浙江經視報道啊，說杭州多地買房送10萬元消費券，可以啊，這杭州的這個力度啊越來越大，但是還可以再大呀，說明杭州着急了嘛，房子賣不掉嘛，房價掉得太厲害。10月20號，浙江杭州從10月底開始，杭州啟動購房加消費券補貼活動，9個區縣共98個新建商品住房項目報名參加。根據活動規則啊，購買參與活動的新建商品住房，每套可申領10萬元消費券，該消費券可用於汽車購置、家電採購、餐飲消費以及商超購物等多個生活場景。活動開展以來，吸引了大
大量購房者關注，市場熱度明顯升高，这個肯定有效果啊！10萬元，我覺得力度還可以大一點，對吧？或者是5萬元現金，5萬元購物券，或者10萬元這個購物券，5萬元現金，對吧？力度再大一點，這個現金就可以直接頂那個房款。我相信啊，未來很多地方城市沒辦法，被逼只能這麼幹，否則他的房子賣不掉。這個證券時報啊，刊登一篇文章。說租金回報率回升，買房收租是否划算？一些城市租金回報率超存款利率。近日，記者走訪發現，除了傳統商務公寓，一些普通住宅租金回報率也持續上升，甚至直逼房貸利率。越來越多手裡有房的業主和購房者都在思考，繼續當房東收租金，還是將房子降價出手。買房收租是否划算？据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5 10月份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示，4大一線城市新房市場只有上海保持同比增長，漲幅為 0.3%， 北京、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0.1%、0.8% 和 0.7%。二手房市场方面，全国70個大中城市无一城环比同比出现价格上涨，也就是二手房全部是下跌的啊，同比环比都下跌。与房价表现不同，临平居住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啊，他说2025年上半年重点50城市租金回報率已經達到了 2.08%。中指研究院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0月，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租金回報率分別為 1.52%、1.73%、1.68%、1.52%，而在今年4月，上述數據分別是 1.49%、1.68%、1.63%、1.49%。它的意思就是啊，10月份開始啊，這個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租金回報率上漲了，而且你看啊 1.52%， 那比3年期那個定期存款利息差不多了，就這意思啊。那意味着你買房出租或者把房子別賣了，對吧？你就租也挺合適的。你把房子賣成錢，那錢存銀行也這點利息。實際上我覺得不是啊。他說目前一線城市和其他重點城市租金回報率已經超過大型銀行1年期甚至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記者在深圳市場走訪時發現，不僅是傳統的商務公寓，越來越多普通住宅租金回報率也遠遠超過大型銀行定期存款利率，甚至直逼房貸利率。事實上啊，現在租過房子的都知道，或者現在正在租房都知道，租金是在下降的，对吧？這個中指研究院呢，還臨平居住，他們怎麼統計的這些，誰也不知道。你如果是租房的話，你年底要換房，對吧？你就跟房東說啊，你說我不打算續了，房東一定會主動的挽留，給你降價，不用懷疑，他租不出去啊，他即便租出去，他要等2-3月，那2-3月租金損失的吧，他不如給你便宜點，就這麼個市場。買房出租那就是做夢，但是如果你手上有房，對吧？你有沒有按揭貸款，那倒無所謂，你沒有壓力的吧？你願意租就租，便宜點便宜點，這個倒是可以，對吧？所以說確實有房東啊，他不着急，對吧？他想把房子掛出去賣掉變現，但是賣不掉或者價格太便宜，他肉疼，他就算了不賣，因為他沒有壓力啊，租出去他也有現金，那房子能租出去他就租，有這樣的人啊，對吧？這也不少。但是你說你手上有現金，你想買房子租出去，那你就把石頭往山裡背啊，你是反向操作。最後我們再看一個，我看網友發的帖子啊，前一陣子不是傳言這個阿里巴巴的這個前 CEO 張勇，對吧？跑到香港去買了豪宅嘛，這還成了一個新聞，標誌着這個香港豪宅，對吧？香港的房子企穩回升。我看到一個網友評價啊，他說這個張勇啊，在杭州住了10幾年酒店，費用全部公司出，自己一身輕鬆。好像有傳言啊，張勇在杭州是租房住啊，住酒店呢，說現在退休了，花5354萬港元在香港買豪宅就可以去度假養老。他現在還是港交所中國業務諮詢委員會成員，以後大概率會在香港比較多了。他本身是上海人，在上海肯定也還有房產，畢竟家人還是要住的。但是杭州好像就是揮揮衣袖，沒留下一片雲彩，感覺他是不愛杭州的。我倒覺得啊，這個張勇恐怕很聰明，對吧？畢竟是做電子商務，畢竟是杭州整個的看阿里巴巴，對吧？他最清楚杭州這個樓市的真相。過去網紅城市杭州啊，這個樓市水分太高啊，他堅持不買。你看看人家跑到香港買房，不是他不愛房子，不是他不買房，是不在杭州買房。也就是在張勇看來，杭州的這個房子水分遠遠大於香港。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